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開始之前呢，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仲要撳埋個鐘仔，咁樣一有新片時呢，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今次我會用最唔客氣但好有娛樂性嘅口吻同大家講一個講得出笑到喊，做得到遮遮掩掩嘅新聞。記住係超級諷刺，諷刺到你聽完可能會嘆一口氣，再笑一場。正文嚟啦。請放低你杯嘢，準備好你最誇張嘅表情同反應。你可能已經見到原本安排喺2025年10月6號喺溫州奧體中心搞嘅蘇永康 So Live 巡迴演唱會，門票喺大麥網嗰度擺住賣，價錢係人民幣199到699蚊。結果點啊？網上突然間鬧市起火，啲飛一下子就冇咗，售票頁面變成暫無在售演出。其後官方方面亦確認今次演唱會取消。消息一出，網民即刻開始喺社交媒體上開演講會、開審判，真係熱鬧過演唱會。咁點解會咁戲劇性？原來呢個熱鬧呢，唔係因為呢新歌多好聽，而係有網友將蘇永康早年嘅舊案翻咗出嚟，講緊嘅係2002年。據報呢，佢喺台北夜場被扣查啦，當時涉及搖頭丸，有人話係吸食。有人話係被扣查時檢驗出呈陽性反應，之後有行政處分、觀察勒戒嘅記錄。呢件舊事一經翻出，網上即刻有人話涉毒藝人點可以喺大陸公開表演？一次犯錯，終身唔可以上台。總之，民眾情緒即刻由期待聽情歌變成正義之師要出手阻止。仲有一樣好抵死嘅情節，官方話演出獲批資料合規。係由省廳層面有過審批，啲手續文件齊唔齊都話合理，但係同時間當地又好快接到反映，有人向溫州市有關部門投訴，最後主辦單位竟然提交申請取消，政府就話已確認取消。大家可以諗一諗，原來審批係合格，批得上去，但一旦網民不滿，上到台嘅機會就可以無聲無息咁被收回。究竟呢個係程序正義定係公關災難嘅處理結果？你哋就自己諗啦。有人話呢件事真係一次吸毒終身禁演嘅完美示範，亦有人話法律其實未必明文規定一次犯錯就唔能復出。大陸嘅演出行業演藝人員從業自律管理辦法係行業自律性質，唔係國家刑法直接規定。佢係講緊劣跡藝人可以喺行業內被抵制、被限制復出。有啲媒體同專欄就已經講到，社會共識同埋法規具體落實之間，其實存在一個好大嘅灰色地帶。重點係批得審、賣得飛，都未必等於社會可以接受。總之，民意一聲咆哮，批文再合格，都可能變咗一張空白飛。而家我想同你用一個更諷刺、更鋒利嘅角度去解釋呢件事，唔好太正經。我哋係 YouTube 係要吸引人，要娛樂人，要帶出諷刺嘅味道。先講審批制度先。你話政府審批表面上係合規，但係點解要俾民眾發起投訴先會有跟進？係咪先要有網絡輿論投票先至可以決定一個藝人有冇資格上台？係咪要睇熱度先？我諗如果以後文化審批係用直播投票系統做呢，可能最快就可以慳翻啲行政成本啦。大家直接喺留言區投一投就決定得唔得啦？係咪好民主呢？當然我係講笑啦，但係你睇下事件嘅發展呢，的確好似靠住網絡情緒嚟判案。再講到社會記憶同赦免，我成日想問香港人點睇呢個問題先最啱？係我哋一方面講緊要法治啊，有程序啊，有改過自身啊，另一方面又好似好中意跟熱潮啦。見到有人犯過錯呢，就要求終身制裁。據知情人士透露，有人會話娛樂圈冇真係完美嘅人，但係網上流傳嘅聲音係你犯過毒品案就係公眾人物，標準要高。你睇倫理同埋現實利益糾纏住，結果就係每次有呢類新聞都變成一個全民公審嘅現場直播。你而家可能會問，咁樣會唔會影響到香港整體嘅文化形象或者演藝交流？答案係梗係有影響啦。首先呢，香港有好多藝人係經常喺內地
香港、台灣之間巡演。呢種巡演呢，本來就係文化交流同埋經濟利益。當一啲藝人因為早年事件喺內地被全民監督式地追究同禁止演出，香港圈子嘅其他藝人就會開始諗去唔去、點去，會唔會成為下一個被查閱記錄？呢個不確定性自然會令到主辦方、票務平台同場地喺邀請外地藝人嘅時候更謹慎，進一步影響到香港藝術家嘅市場空間。呢個唔係細節，係結構性嘅風險。呢啲都係有人話網上流傳嘅憂慮，唔係我無端端亂講。再講一點，香港嘅情歌天王品牌係多年建立出嚟嘅文化資本。一場演唱會取消，表面上係一次商業決定，但係背後顯示嘅係一個曾經代表香港流行文化嘅人喺大陸舞台上，竟然會因為過往一件幾十年前嘅紀錄而成為輿論審查嘅焦點。有人話香港有佢嘅風格、佢嘅歷史，但依家呢個歷史被放大成為政治正當性、社會道德嘅判準器，真係好好笑。你哋話係咪我哋香港人要出面解釋？唔係我哋個人嘅錯，而係規則變咗。但係講真，規則本身都係人定嘅，變唔變就要睇社會同政治嘅心情。再深入啲，對於主辦單位同票務平台嚟講，呢單嘢係一個商業決定。你買票，你要風險評估，但佢哋又係政府規範同民意監督之間嘅夾心餅乾。網上流傳啦，話有啲平台咧，為咗避免事後被罰或者被拉黑咧，會選擇先下架先撤回，然後由主辦方去負責同政府交涉嘅。呢個處理流程其實暴露出一個問題啦，制度唔夠清晰嘅時候，企業會選擇先自保而唔係先維權，結果係文化產業鏈變得更加脆弱，演出市場嘅預測性大減，香港藝人或者會因為呢啲無形風險而被迫轉換策略。當然有人會話過去犯過錯就唔應該再上舞台，因為社會應該有底線。我明白呢個立場，禁毒係一件好認真嘅事，尊重為此犧牲嘅執法人員同受害者嘅感受都係應該。但問題係政策同埋社會態度之間，如果冇一個清晰一致嘅規則，嗰啲風向掣就會不斷變。今日可以台上唱，明日網上一句話就可以令你下台。對於一個重視法治同埋制度嘅社會，呢種以網絡情緒作為準則嘅做法，係時候要有更成熟嘅討論。真係唔係講笑，你諗下，如果我係你觀眾，我係咪想聽你係現場幾個唱片公司老闆講對唔住，我哋今次被迫取消？或者我想聽你講呢個社會點樣對待過去嘅錯，係咪應該再俾機會，或者係咪應該唔好俾機會？你上 YouTube 咧係想娛樂、想引發討論、想賺訂閱，我覺得你嘅策略唔應該係只係靠一味嘅嘲諷或者鬧人，因為觀眾咧亦會想聽到有深度嘅諷刺，即係表面上你可以用非常犀利嘅字眼，但你最好係插入少少反思，例如制度係咪公正，媒體係咪應該負責任，網民係咪有時候太快判案？呢啲係值得大家討論，呢啲反思亦都可以係你諷刺嘅一部分，唔單止係無端攻擊。講到最後，俾你一段可以直接放上台講嘅落寞語句，好諷刺，好有話題性嘅，你可以用一啲誇張嘅語氣，例如哎呀，各位多謝你哋幫忙把關，我哋而家香港嘅文化產品終於可以安全上網，只要你冇咩難言之隱，或者你過去冇俾人翻案，就可以安安心心上台唱歌。至於我哋，其實都只係一群想聽歌嘅人。但係當社會變成一個大型投票平台，唱片公司要賣快先，要先做公關，表演者要唱歌先，要先清賬，咁樣嘅娛樂圈係咪好有戲嘅效果？我話你聽，好戲越演越多，觀眾都要買飛先可以入場睇呢場戲。咁講啦，原本大家想聽一場情歌演唱會，結果變咗全民公審大會，最後成場 show 無咗，得翻場笑話。有啲人話呢個係正義伸張，但我就覺得娛樂圈變成咗法庭，觀眾變成咗陪審團，咁仲叫唔叫娛樂啊？定係叫娛樂審訊啊？好啦，呢條片就講到呢度，中意嘅記得訂閱同埋讚好，仲有分享俾你哋啲朋友。我哋下條片再見。